汉语是非常古老的语言，比它历史还悠久的，像埃及语或梵语，如今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听不到了。唯一比汉语还早，现在还在用的只有希腊语了。由于历史悠久，汉语便流派极广，方言极多，有些古老方言成了活化石，保存了它在不同时期的许多特点。目前，全国有92%的人以汉语和它的各大方言为母语。这张地图描绘了汉语方言的情况。语言学家一般把汉语分为10个方言群，其中官话是最大的一组，它涵括了长江以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在官话区上方有一个晋语，而长江以南方言群就复杂许多，有吴语、徽语、赣语、湘语，再往南一些有闽语、客家话、粤语以及平话。这些方言群内部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相互交流。比如上海话和温州话同属吴语，但基本上难以交流。那么你知道这些难懂的方言都是怎么来的呢？最主要一个原因是不同时期的大移民带来的。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大方向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它造成了今天这种方言地理的格局。这其中吴方言的源头最为久远，《史记》曾记载商朝时的周族部落中有一支移民从陕西渭水流域迁到了太湖流域，后来建立吴国。据研究，这个地区原有的居民及所谓百越人可能讲的是侗台语，它跟现在的泰语、壮语关系比较近，后来渐渐和汉语融合。他们的语言在如今的地名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余姚、余杭的余据说是田地的意思，句容中的句表示族群，会稽是茅山，盱眙是善道。现在的温州话保留了许多古吴语的特征，但北部吴语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渐渐趋同，特别是受南宋移民影响的杭州话。比吴方言稍晚的是湘方言，它最早来自已经不存的古楚语，楚人祖先也是商代末期从北方南迁到了江汉流域。战国时期，楚国又南进占有湘水、滋水流域，古楚语于是从湖北扩散到了湖南。和吴越两国不同，先秦的楚国贵族一般都能和中原其他国家沟通，但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知道楚语和中原话还是不一样的。《左传》里就记载，楚国令尹子元攻伐郑国，担心埋伏，就改用楚语发令。粤语的祖先可能来自秦代，当时岭南本是南越民族的居住地，秦始皇为防造反，派遣了50万军队驻扎于此。这些士兵所用的语言成为最早的粤方言。福建的情况跟广东相像，这里本是闽越族的地盘，一直到西汉也只设一个县管辖。东汉末年大混战，很多北来移民进入福建，短短80年中就接连出现了13个新县。原始闽方言可能就发源于这一时期。现在的闽南话里还留有古闽粤语词，最有名的例子是肉字，闽南口语，读作霸，明显不是汉语来源。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出现最晚，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大批中原移民来到江西北部，他们带来的语言成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祖先。汉语在南方的各大方言千百年来，因为多次移民活动所带来的新方言不断冲击，互相交融、渗透、融合，发展成今天的格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天险的长江中下游成了官话区和南方各大方言的边界。在古代，这是语言大交融的地方，所以南岸的一些大的港口城市，比如九江、芜湖、南京，都是官话区，而为数不多的几个长江北岸城市却也讲南方方言。更多精彩内容请订阅梨视频动历史栏目。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